思玲，这个是宣琪。嗨。各位，恁敢知影边仔有开一个贩卖机吗？阮会当去遐看一下，后摆阮会当做伙来食饭。好啊，思玲，阮一定会当做好朋友的。我嘛感觉。嗨，嗨，这拄好。对啊，阮有代志要用，先行，拜拜。拜。拜。你敢知影教务处有老师？哦。是做伙的吗？哪样呢？无啊，我哪会看到恁两个伫咧徛无啦。你敢知影？我顶摆看到思玲甲宣琪做伙啊。啥物？恁会感觉足恐怖的呢？嘿啊，惊着我足无甲伊通婚的。细声的啊，进来啊。哎哟，因哪会当做伙啦？我哪会感觉足恐怖啊？真正是。唉，我的两个朋友哪会是通婚啊？我真正无法度接受两个查某当做伙，太多的啊尔话啊。通婚不需要你的接受，只需要你的公平对待。互伊一点空间，就是互社会多一点温暖。所以，阮应该爱尊重伊。什么？我需要讲话吗？还是我只要做表情就好？